好多時咧，做一間保安公司老闆啊，或者物管公司經理咧，好多時就最驚接到呢三類嘅電話。第一類就話嗰個客打電話俾你，話俾你知，你今日個保安冇返工，你知唔知啊？第二類就話夜晚11點半，你個夥計打電話俾你，話唔舒服。聽日返唔到工，咁第三類咧就話啲夥計話俾你知，做埋呢個月之後咧，我下一個月就唔返工啦。你哋身為個經理或者公司嘅老闆，你哋最怕接到邊樣嘅電話咧？第一樣嘢就客人投訴，話冇人返工，你係最後一個人先知嘅。第二咧就半夜3更，夥計話俾你知，唔舒服，返唔到工。你最頭痛咧，第二朝搵唔到人返工。第三樣咧就話你夥計話俾你知，唔做，同埋呢個月唔做，你係需要一段時間去搵一個合適人去頂替。咁好多時大家會遇到邊一種情況比較多啲咧？可以 A、B、C。分享緊大家，我下一集咧就會話俾你知，遇到呢3個問題會點樣解決方法。OK，下集再見。